大家好啊！今日咧係嚟到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，而博物館咧而家咧係舉辦咗一個咧古埃及文明大展嘅。當中咧係有好多埃及博物館嘅珍藏，而展覽嘅日期咧係由2025年11月20日就至到2026年8月31日。呢個展覽咧係展出咗咧古埃及咧嘅文明咧佢嘅發展嘅歷程嘅，而古埃及帝國咧總共咧係有7400幾年嘅歷史嘅，而個展覽咧係展示咗咧當其時古埃及文明咧喺宗教啦、建築啦，包括喺金字塔同埋獅身人面像所發掘出嚟嘅文物啦。同埋古埃及文明咧最出名咧就係天文、數學同埋象形文字。而展覽入邊咧，佢展示咗好多象形嘅文字咧。首先咧，我籠統啲介紹下就係古埃及嘅文字咧，其實主要係一個成書體嚟嘅。多數嚟講咧，你就會喺神廟啦，或者係墓室嘅牆碑上嗰度咧就會發現到嘅。後來咧，佢哋咧就發展出咗一個咧係用書寫嘅真女體同埋世俗體嘅。而呢啲文字咧係要歷史學家咧，直到喺大概係1822年左右咧，就由一個文物咧叫羅塞塔石碑咧成功破解咗之後咧，先至知道咧古埃及文明嘅歷史嘅真面目嘅。咁喺呢個展覽入邊咧，我特別咧推薦咧就係話，大家去睇3個法老嘅文物，因為呢3個法老咧係喺整個古埃及文明發展歷程嚟講係最重要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拉美西斯二世，第二個咧係圖坦卡門，第三個咧係哈特謝普蘇特。先講拉美西斯二世啦，佢點解咁重要咧？佢係古埃及帝國嚟講咧最強大嘅法老之一嚟嘅。而佢個壽命咧係有成70幾歲嘅。喺以前咧，古埃及嘅人咧個平均壽命嚟講，大概係30至40零歲到嘅啫。而佢在位嘅期間咧，係擴張嗰個版圖咧，令到古埃及嘅帝國個疆土係好大嘅。並且咧，佢就興建咗好多神廟同埋巨大嘅雕像。而呢啲神廟嘅同埋雕像咧，係集中咗喺尼羅河嘅以東嘅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以前古埃及人呢，佢哋嘅信仰呢，認為呢尼羅河以東呢，就係日出嘅，就係太陽神呢帶佢哋嘅一個文化嚟嘅。而喺尼羅河以西呢，多數嚟講呢，就係金字塔同埋墓穴，即係話呢，就係太陽神呢帶佢哋去極樂嘅世界嘅。而第二個法老呢，就係圖坦卡門。圖坦卡門嘅重要性呢，就係咁多個法老之中呢，佢個金字塔嘅陵墓呢係保存得最完好嘅。而當中嚟講呢，佢嘅黃金面具呢係聞名於世嘅。而圖坦卡門呢係被稱為呢少年法老嘅，因為圖坦卡門呢好後生就死咗，19歲佢已經駕崩㗎啦。由於佢個金字塔嘅墓穴呢係好隱蔽啊，所以咧，直到咧1922年咧，由一個英國人咧卡特發現到咧，先至知道圖坦卡門金字塔喺邊。所以咧，佢個墓穴咧係從來冇俾人盜墓過嘅。而第三個法老咧就係哈特謝普蘇特，佢係古埃及咧最出名嘅女法老。佢統治期間咧，將古埃及嗰個貿易咧擴張到去索馬里嘅。